哇，好開心嚟哦！第一次嚟呢個阿掛添，哎喲，哇！咁一陣我哋會見到一個 Jaws 冇 Jaws，阿炳啊，我哋帶咗個人出嚟，定係帶一隻老鼠出嚟咧？你有冇聽過俗語有云三巴老鼠出城咧？你哋唔可以咁樣去好冇？哇，係第一次嚟呢個阿掛添，未睇過啲阿掛添裏邊嗰啲魚有咩咁出奇？你哋睇過咩 Hello， 阿炳、阿蓮、阿賢，你們很久沒有來水族館了哈？是咯，都指教一下，從來都沒有來過次。哎呀，原來係嘉威啊！阿炳，你唔可以咁樣冇禮貌，去對我呢個小學同學氣啊！誒，嘉威最近點樣氣 ？OK 冇忙冇去啊？餵魚點樣定餵蝦？講真啊，最近我們也比較忙一點，這樣子咯，不是忙很多啦，忙一點罷了。我就不是很忙啦，因為我忙來忙去，我都唔知自己忙乜嘢，我很忙就對了。阿炳啊，你忙我咁樣，我真的很忙啊，幾時才可以進去？哎呀，是啦是啦，知道你們比較忙，你以為我有很得空咩？你看這裡有白鯨、藍鯨、海豚、海獅、海狗、海豹、海馬、海鳥、海鷗、海葵、海星、海蛇、海龜，唉，多到我講都喘氣啊！你以為這樣的海洋生物好照顧咩？哦，原來你是在阿掛念這邊做工戲啊！你真係好榮幸識你啊！你好。啊，呢邊嘅水啊，這麼清啊，我們可以在這邊游泳嗎？真係話俾你冇睇戲嚟噶，你有睇過成龍大哥嗰部戲冇？佢有跳落喺個阿掛念裏邊咯，佢同嗰個鯊魚可以游水嘅，只不過咧你唔可以流血氣啫。哎，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！這裡的魚缸雖然是給海洋生物的，可是不是給阿仙你們這些乸乸的咯。我哋乸啦，嗱嗱唔係應該喺海邊嘅咩？阿掛念唔係海魚嚟嘅咩？你不過講開又講哦，為什麼不可以下去呢？你越講不可以，我們就越好奇，就越想跳下去跟這個大白鯊暢游啊！你敢？我叫我的金魚用泡泡射你。哦，原來金魚咧會噴個 bubble 嘅，奇怪喎，我屋企嘅金魚係咪係養喺淡水嗰度喎？點解呢啲金魚係喺鹹水嗰度咧？阿炳阿賢啊，係嗰個正魚，唔係嗰個正魚，係嗰個正魚，大嗰條正，唔係細嗰條正。不行，金魚啊金魚，吹個泡泡嚇死他們！隨聲都係 MY 騎呢分子，係由大牙為你呈現，大牙有效清除汗足同汗漬。My Fun My Music 之前咧都聽過張惠妹嘅片場先，當然都係我哋4月份嘅演唱會大牌。阿妹5月5號就會嚟到馬來西亞晚上8點喺 Stadium Merdeka 有佢呢場張惠妹 Amazing 世界巡迴演唱會大馬站啦。係啦，咁啊128嘅呢個門飛已經賣晒啦，其他都喺熱賣當中啦嚇，請啊 call 呢個熱線啦，就係0322822020或者守住 My FM 嘅。啱，你都聽到有巨星都係 My Fun 騎呢分子，多謝晒李嘉威啊！咁啊喺入邊咧亦都為我哋帶出呢個故事咧，講到喺日本嘅一位嘅呢個攝影師咧，佢就影咗一張相。係啦，金魚識吹波波，唔係金魚，鯨魚即係鯨魚啊！鯨魚大大條嗰啲鯨魚，咁啊喺度吹緊一個噴咗一個好大型嘅叫做水波咁樣，係咪叫水波 ？Bubble 係啦係啦。咁啊，其實呢條鯨魚咧都唔細㗎啦，成10歲㗎啦3年前咧就學識吹呢個 bubble 嘅技巧，咁啊令到人咧覺得咧歎為觀止嘅。咁好多人咧特別坐船咧去到嗰個位就撞一撞佢，睇下會唔會浮上嚟咁樣吹 bubble 咯。非常特別㗎。想睇下呢張咁得意嘅相，請上嚟小麥嘅呢個 Facebook fan page。